蜗牛赛跑，作者李慧仁，幼儿园。葱牛聪明又勤奋，土牛喜欢吃东西，疯牛如暴风一样速度快，力气也大。新牛忧心忡忡，胆子也小。在稻谷逐渐成熟变黄的一个秋日里，路边的草丛中，蜗牛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准备赛跑。选手们都已经各就各位，能感受到选手们的紧张气氛。好了，小蜗牛们要记住哦，就像练习时那样，看好各自的路就行，注意力要集中，不要忘记，为了大家的安全，不要东张西望，往前看，保持直线前进。准备，出发！蜗牛选手们奋力出发啦！铜牛选手以惊人的速度冲在了前面。疯牛选手快速向前冲了过去。新牛选手加快了速度。天气看起来不太妙啊！伴随着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而下。选手们在暴雨中仍然在努力往前冲。啪叽！哪怕感觉喘不过气来，也不能停下。再坚持一下。前方还有50米，还剩50米。好累呀！吭哧，拼尽全力往前爬。终于快到终点线啦！最有可能获得冠军的是葱牛选手，看来是胜算在握啦。难道葱牛选手就这样夺冠了吗？好累呀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呀？还有时间，再加把劲呐！追上葱牛！甩！到了！不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新牛选手！新牛选手，你没事吧？希望没有大碍。新牛！1、2、3！真是惊人的一幕啊！对，谢谢。选手们继续跑起来！好，我们要坚持跑到最后。选手们没剩多远啦，大家又跑了起来，就这样慢悠悠地爬着。真有趣，是吧？下次我一定要拿第一。真好吃。今天的比赛可真精彩，不是吗？这是一场让人难以忘记的精彩比赛呀！今天蜗牛们依然在努力地往前爬，